今天呢，借这个机会特别要来欢迎一下我们最新出炉的高雄钢铁人队的 GM Howard， 掌声欢迎！大家好。Howard， 因为台湾球迷可能对你比较陌生，那圈内当然都熟悉你，因为你之前做过 NBA 的，也做过 Nike 的，对，那都是幕后工作。那这一次是正式的浮出台面，那要不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，打个招呼一下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郝文，现在是负责高雄钢铁人的总经理的工作，请多指教。因为南部市场对是这个联盟目前来讲比较缺乏的，是，你们身负重任，你自己有信心把南部市场过好？有，高雄钢铁人是一个多股东制的一个球团，然后我们其实球团也有很多非常喜欢篮球，而且也是愿意投入在地资源的一些好朋友们，所以我们其实给自己任务还有这使命感，其实也是跟钢铁人一样，就是我们希望深耕高雄，然后在地经营，然后把我们好的主场文化，然后好的球队的这个阵容，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跟基层回馈，然后跟球迷建立球队的文化，跟球迷连接在一起。那对我们来讲，这个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很多的事情。因为高雄我们当然都知道也是篮球重镇，是，可是一直没有一个职业队，对，这是我觉得过去都比较可惜的，对，而且其实南部球迷一直在盼望，没错。那你们在选球员这件事情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嘛？对，如果刚一哥讲，其实可能可以分3个维度来看，一个是我们现在也在看教练，那我们教练其实更多不管是有本土教练或者是外籍的教练，那球队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希望找一个比较有年轻有活力的一个外籍的教练，来不管从球队的文化、训练的体系，到怎么样培养我们有潜力的本土球员，这几个维度来找我们的总教练。那再来讲到本土球员，我们也是最近一直以来一直在花时间跟很多不管是球员也好，跟他们所属的经纪公司也好，在讨论一些对球队的一些兴趣跟看法，然后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加盟到高雄钢铁人？非常谢谢联盟有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分享一下高雄钢铁人的近况，然后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能够跟球迷说，我们也非常每天都在讨论怎么样去给球迷带来更好的体验也好，整个球场的氛围也好，然后更好的这个比赛的内容，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也会承诺在高雄能够更加努力深耕的经营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进场支持我们的球赛。